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Lin 哥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傾一隻我認為長期潛力勁到爆燈，但同時風險都高到嚇死人嘅股票 ESS Tech Inc. 股票代號 GWH。我知你哋心裏邊可能諗緊，喂 Lin 哥又係能源股啊，會唔會講得太多啊？但今次你真係要聽我講 ，ESS Tech 唔係普通嘅再生能源 concept 股，佢嘅挑戰緊嘅係一個超級巨大嘅難題。長效儲能 （Long Duration Energy Storage） 簡稱 LDES。你想象下，如果太陽能、風力發電可以唔再係有太陽、有風嗰陣先至有電，而係可以24小時全天候穩定供電嘅嗎？呢個就係 LDES 嘅威力。而 ESS Tech 就憑住佢獨家嘅鐵流電池 （Iron Flow Battery） 技術，企咗喺呢一場能源革命嘅最前線。照嘴俾個 disclaimer 先，呢筆投資絕對係高度投機性，風險極高，但潛在嘅回報亦同樣驚人。如果你頂得順個市嘅瘋狂波動，而且你嘅投資眼光夠長遠，咁你深入分析呢間公司，就會見到啲好值得玩味嘅數字。核心投資論點 ESS Tech 點解可以成為 game changer？ 我 research 完之後嘅結論係ESS Tech 現價同佢嘅內在價值之間存在一個巨大嘅落差。而家 GWH 嘅股價大約係$4.16，但係我哋計出嚟嘅目標價竟然高達$24.75。冇錯，你冇睇錯字，我都冇打錯字。點解我咁樣講呢？理由以下：一、嚴重價值誤配 （Deep Value Mispricing）。我做嘅分佈加總估值分析 SOTP 顯示，ESS Tech 係賭同基本情況下嘅內在企業價值已經超過$14億，但係你睇下佢而家嘅市值先得嗰個盈字底蛋，完全冇晒外在佢巨大嘅增長潛力，特別係佢哋喺公用事業規模嘅 Energy Center 業務。二、領先嘅技術差異化 Technological Differentiation。ESS 用嘅係佢哋獨家嘅鐵流電池 Iron Flow Battery， 呢點極之重要。點解啊？因為佢本質上更安全、更環保，啲物料就係周街都有嘅鐵，而唔通水嘛。同埋佢超級適合12至12個鐘，甚至更長時間嘅儲能需求。鋰電池好勁，適合短時間爆發供電。但 ESS 嘅技術先至係實現真正 LDES 嘅關鍵。隨住 Green Energy 越嚟越普及，呢種長效儲能唔係有就好，係冇佢唔得。三、大量潛在催化劑，呢間公司正處於一個關鍵嘅轉捩點。冇錯，佢哋短期內的確有資金同執行上嘅風險，但係喺未來6到18個月，我哋好可能會見到幾個重量級嘅 catalyst 出現。SRP 試點嘅項目正式投入營運，同 SMUD 簽約框架契約成功轉化為實質訂單 firm orders， 成功攞到長期融資。只要其中任何一樣成功，都有可能即刻降低公司嘅風險，並且觸發市場對佢嘅 re-rating 重新估值。咩係鐵流電池？簡單嚟講，同會隨時間衰退嘅固態電極唔同，逆流電池係將能量儲存喺液體電解質入面，再用泵喺儲存缸之間循環。SSS Tech 用嘅就係鐵、鹽同水，咁代表係呢？要擴大容量，淨係需要整個大啲嘅儲存缸就得，非常適合大規模嘅公用事業項目。仲更重要嘅係，佢完美 bypass 咗鋯同鋰呢啲材料相關嘅道德爭議同埋供應鏈問題。呢度亦都可以解釋點解好似 Worthmind 呢啲工具咁強大，可以系統咁樣對複雜公司做 SOTP 分析，模擬唔同情景，令我哋嘅估值更穩勁。而家為咗俾你哋對而家個估值過程點樣運作有個更清晰嘅概念，不如我哋就嚟睇下個 Alpha Pilot 估值工具點樣實戰啦。呢個工具啊，就係我哋喺啲報告度攞嚟做數據分析同埋價值評估嘅嗰個。佢就係保持我哋嘅結論嚴謹、一致同係100%客觀嘅關鍵呢㗎。我哋一樣都信透明度同埋新進嘅構工就係建立信任嘅基石。所以而家 show 俾你哋睇 Alpha Pilot 究竟係點樣做嘅。我哋希望你哋會對成個分析過程更有信心。分佈加總估值
結果大公開。為咗計我哋嘅目標價，我哋做咗 SOTP 分析，將 ESS Tech 每個部門拆開嚟估值。結果喺呢度，根據大約1420萬隻全部稀釋股，呢個估值任時嘅內在價值竟然係每股29.09美元。呢個29.09，你咪係傻咗啊？係啊，我知呢個數好誇張，但呢間公司確實係面對緊硬橋硬馬嘅挑戰。29.09同現價4.16美金之間嘅巨大落差，就係市場最驚嘅執行紅鴿 execution chasm。作為一間硬件科技 startup，ESS Tech 面對住脆弱咗硬斬表節，預期都要2022年第二季現金流可能乾塘，管理層嘅考驗。過去有領導層變動，雖然新人嘅 COO 專注喺生產製造係一個好消息，護城紅利顯緊，技術好勁，但真正嘅護城紅需要成功擴大規模，降低成本同埋準時交貨。考慮到呢咁嚴重嘅流動性、融資、混雜同埋商業 miss， 我哋決定對29.09呢個數字應用一個75%嘅執行風險折扣。29.09乘以1減0.75等於24.75，呢個就係我哋經過風險調整後嘅目標價，每股24.75美元。投資建議投機性買入 ESS Tech GWH 20至18個月，目標價24.75美元。目標觀眾只係適合風險承受能力極高，而且打算長期持有3年以上嘅投資者。你可以當作係你個 diversify 嘅 portfolio 裏面嘅一個 VC style 嘅賭注，風險係輸晒成本，大嘅潛在回報極度吸引。幾個要 mark 實嘅關鍵 catalyst 係0至6個月 SRP 試點型項目嘅進展，融資嘅明確消息，尤其係大型外部寬資金2026 financial year 嘅財務指引6至18個月。SMUD 框架協議成功轉換為實質訂單，生產產能擴充，成功達成正毛利率，成功達成呢啲里程碑就可以大大增加投資者嘅信心。但如果延期或者融資條件唔理想，我哋就要重新評估過啦。以上就係我對 ESS Tech 嘅深入分析啦，你哋點睇啊？有冇膽量考慮呢隻高風險高回報嘅投機股啊？喺下邊 comments 話俾我聽你嘅諗法啦，我亦都會將完整嘅估值分析報告連放咗喺留言區裏邊。仲有記得話俾我聽，下一間你想我分析嘅公司係邊間？記得幫我 like、subscribe 同埋記得撳埋個鐘仔，咁就唔會錯過我下一集嘅分析啦。下次見，拜拜。